行不行？还行不行？王超，王超，站起来！王超，王超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起来！起来！起来呀！王超，干嘛呢？站起来呀！打我那能耐呢？你起来，别倒下呀！哎，你喜欢看这种，那就组织个擂台赛，常年都能打。哼，那可一言为定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读秒了。9、8。我看过很多电影，那些拳手们被击倒在台上，然后裁判开始读秒。我那时候想，他们为什么躺在地上不动弹？是听不到吗？还是不敢起来？今天我理解了，我太疼了，疼得我说不出话，快休克了。但是想想那些主角，他们都能站起来、爬起来，因为想当主角的，不能让人给打趴下。好，比赛继续，双方准备。别装好不好？我没装，这是真疼。既然动不了，就稳住下盘。你现在看仔细了，我的东西所有的精髓，都在我这一式龙蛇合击之中。太极听劲，龙蛇合击，陈姐，豁出去了。
停！比赛结束！居然真的赢了！王超，太牛了！擂台赛见了啊！这家伙，他赢了！不是他赢了，他已经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小子有两下子啊！难怪小子这么猛，会功夫啊！我宣布，王超获胜！王超！